这是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岛桑莫。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阿巴僧人遭中共关押1年多后仍下落不明；议长巴马琼乃致函悼念印度支持西藏人士达杜曼德雷卡逝世；藏人行政中央将举办有关达赖喇嘛尊者4项人生使命在线讲座活动。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将于明年3月15日召开。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将举办喜马拉雅文化遗产网络研讨会。噶夏任命驻澳洲华人联络官格桑简参为驻台湾代表。达赖喇嘛尊者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阿萨姆文版问世。下面就请看详细内容。一名西藏东部阿坝地区的年轻僧人，在2019年被中共当局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而非法关押近1年半后，至今仍下落不明。据西藏境内可靠的消息来源，仁吉尺真是一名长期主张保护西藏语言文化的西藏阿坝县僧人。2019年8月1日，他被中共当局以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而遭捕。另外还有2名阿坝县的僧人也与他一同遭捕，但在关押几天后被释放。仁吉尺真在被任意拘留和关押8个月后，他的家人于今年3月23日收到当局的通知，声称仁吉尺真是分裂分子，但当局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他健康状况或具体关押的地点等信息。早在2018年，仁吉尺真因在微信上与流亡藏人讨论涉藏问题而被当局拘留。此外，印度国尔邦知名支持西藏人士达杜曼德雷卡先生于上周四11月26日因病逝世，享年60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巴马琼乃在闻讯后致函向逝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和悼念。议长巴马琼乃在致给逝者家属的调研信中写道：“我在此代表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和西藏境内外的所有藏人，向你们致以最真诚的慰问。其次，我要感谢曼德雷卡先生不遗余力地奉献时间和精力，为西藏的自由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迎来85岁华诞之际，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噶夏和全体西藏人民为了感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85年里孜孜不倦地为西藏乃至世界和平做出的伟大贡献，将2020年至2021年定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将举办为期1周的视讯讲座活动，邀请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世界各国著名的佛教学者、教授和佛教团体的代表，以及华人学者和专家，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4项人生使命。从12月4日至10日为期1周的在线网络讲座活动上，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120位演讲者将以15种语言介绍和讨论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此外，根据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于上周五11月27日发布的最新公告，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将于2021年3月15日至3月31日间举行。公告要求全体议员于2021年3月14日在会议秘书处登记，并出席会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正在举办一场以喜马拉雅地区的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主办方邀请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各佛教寺院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行政人员、专家学者和作家等发表讲话。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噶夏于本周四12月3日发布公告，任命驻澳大利亚华人事务联络官巴瓦格桑简参为驻台湾办事处新任代表，并从2021年1月4日起正式担任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及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一职。
保阿格桑简参曾当选为第14届和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2017年被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华人事务联络官。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第2本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阿萨姆语版于近日问世。该书由印度知名作家伊西朵吉统奇先生翻译，并由印巴路出版社出版。达赖喇嘛尊者的第2本自传《流亡中的自在》英文版于1991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按尊者在本书序言中所言，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反驳中国对西藏历史的歪曲宣传，而书名《流亡中的自在》则代表达赖喇嘛尊者和跟随他的藏人在流亡印度后获得的自由。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阿萨姆文版本的自传，进一步的了解西藏悲惨的命运，以及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和尊严的非暴力和平斗争的意义。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想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